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画面是真危险。台南新营的大街路顶，一个男子跪伫涂骹咧讲奔，向过路的人甲车鞠躬磕头。有这个好心的阿嬷骑车经过，忍钱予伊，搁甲苦劝，叫伊爱退卡路边咧，因为伊所跪的这个位挖车道进近。这警方接到通报，就甲这个男子载到社会局交予社工来做后续的关怀。前顶啊，地无这查甫人跪伫机车道的边啊，一直磕头。无偌久，一个阿嬷骑乌托邦经过，认钱予伊，当时甲苦劝讲爱甲退后咧，这真危险。要不过伊钱收来了，赶快跪涂骹。附近的人讲，进前伫别个所在嘛捌看到伊。正个月有啊，无常常来啦。无常常来就对啊。无逐工来，拢有时安尼啦，10外分尔嘛。10外分警察就来啊，就是抓到。昨下晡，伊伫台南新营区民权路甲三民路口，伊规个所在真歪车路，遮车真济，何必叫人替伊烦恼？伊直到顺利警察车驶过来，这个查甫人才徛起来。后来关心的员警带上警察车。他目前声纹很稳，他来本辖地区已经接近半年，在多处地方行乞，以下跪的方式行乞。警方表示讲，这个查甫人毋是在地人，最近这几个月来伫新营出现，进前伫港本的时，就捌互警方赶走，想不到又搁出现，将会交予社工去辅导甲处理。